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追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故，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让我们再次来到上帝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亲近神。哪怕只是1秒钟与神相遇的时间，都是我们今天最宝贵的时刻。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宝座前，是最美好的事情。耶稣，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要在此时此刻，再次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愿圣灵向我们吹气，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灰尘，除去我们身上一切的疲累，除去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当中我们一切累积的压力，或是一切不好的意念。亲爱的圣灵，请你来，把这一切都挪去。求主耶稣，你在我们当中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医治我们身心灵的疲倦，医治我们身心灵的伤痛。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得着医治，今天晚上再次与主相遇。愿神你在我们当中运行，使你的儿女生命能够得到更新，得到复苏。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悦纳；把我们的心意交在上帝的面前，求主你伸手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再次被主你所得着，让我们定睛仰望你。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下个礼拜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管未来日子有多少的挑战在面前，我们依然坚定仰望你。谢谢爱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晚上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7章第8节到第16节。耶利米书第7章的第8节到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帮我拿简报笔。看啊，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第8节，等一下还没有念完。对 ，OK， 好，再次好了，来第8节，请看啊，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11节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听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且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我为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14节，所以我要将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
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一切后裔。所以你们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是耶利米书第2堂的信息，牧师要用无法祷告的时刻来跟大家分享。在过去这个礼拜当中，在礼拜4、礼拜6，今天牧师做了2次的游览车。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教会当中。那从早上到晚上，但这个礼拜呢，有2次的机会，一次是跟教会的松年大学坐游览车去到苗栗，一次是今天跟我的国小同学，我们坐游览车去到的内湾新竹。而这2个团体当中呢，很不一样。一个是带着教会，虽然松大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带着他们呢，一路上就是一开始就唱诗歌，然后一开始在车上就分享，然后就开始祷告，然后很自然，然后吃饭也祷告。但是今天国小同学呢，就没有唱诗歌，也没有祷告，也没有分享。但是呢，可以听到我很多国小同学他们的故事。牧师今年50岁，所以我们是从43年前7岁的时候就认识这些同学，到今天那已经认识40多年，比我认识我太太还久。而这么久的日子当中呢，其实我有几个感想，就是你有参加过国小同学会的，请举手。有参加过，好，谢谢，请放下。参加国小同学会呢，是一个可能很少有幼稚园同学会大概是你最小的，大概就是国小的同学会。但是参加国小同学会，有几件事情，我觉得呢，如果可以再回去念国小的话，我会做的事情，第一个呢，我会认真念书，认真念书，因为发现呢，小时候不念书呢，长大呢就怎么样？做牧师了。我小时候还很会念书，但是不够努力。所以呢，其实在国小同学大家都会去分享说，哇，你们后来念了什么国中，念了什么高中，然后去大学念了哪里。这个都是将来可能以后你到50岁参加同学会的时候会聊的话题。第二个呢，就是要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工作。大家也在分享说，你现在做什么？有的同学已经退休了，有的同学还在努力，还在打拼。那大家也会分享在工作上面，有的是很多都当老板、当老板娘。而且我们班上有2对班队从国小然后就认识，然后交往，一直到现在结婚。第3个呢，就是要好好的建立家庭。第一个是什么？好好念书。第2个呢，好好工作。第3个呢，好好建立家庭。那这次参加同学会呢，一个跟我同学，他说呢，他的小孩2岁，2岁，我说哇，真的替他这个捏很多的汗我们的同学呢，最大的现在已经大4，大概我们这一辈当中，年纪现在听到最大大概是大4大概是21岁，21岁。但是最小的还有小4、小5的，但是还有更小的才2岁，才2岁。当他这个儿子才2岁的时候呢，哇，他现在跟他儿子差了48岁所以他自己也很感叹的说这都已经快要当阿公了，才准备当爸爸所以他很多的人生他也觉得他人生很多的路没有办法从头再来但是如果他有机会的话他希望他能够好好的从头再来。但是还有第4件事情，除了好好念书、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建立家庭，第4件事情，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希望国小就有机会带他们去迦南教会。我小时候教会呢，都要坐公车比较远，没有机会，不是在我们住家附近，所以很少有机会带同学去教会。但是呢，因为后来我国高中的时候，爸爸去开拓教会，所以我有机会带一些同学跑很远，都要跑到我们住在士林，但是要跑去三峡，那也是很久才有机会带他们去教会。但是如果我国小有机会能够带我的同学去教会，至少现在我们参加同学会的话呢，我可能会多很多的伴，很多基督徒的伴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带你的同学去教会，或是你现在还是学生的机会，或你还是同事呢，在上班还年轻，你可以邀请他们去教会，
反正呢，你也不一定将来会当牧师。但是我的同学呢，都对我的职业很好奇。好，你当牧师啊？牧师都在做什么？好，然后知道说，好，就是因为当牧师的关系，好，去到了很多的地方，跑来跑去，好，甚至去了美国回来，然后这样子，所以他们都很好奇的，好，想要知道，想要了解。但是在这背后呢，好，其实都可以跟他们分享，好，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好，上帝的带领。好，所以呢，牧师也祷告，将来你50岁同学会的时候呢，你已经好好的念书，好，有很好的学业，你也好好的工作，有很好的职业，你也好好的建立家庭，好，你能够有很幸福的家庭，好，然后呢，你也能够好好的有信仰，好，能够把你的同学都带到教会，好，这样你们就可以在车上，好像牧师带着松大一起出去一样，好，在车上唱诗歌，在车上祷告，在车上分享，好，这是人生非常棒的事情啊。我们的老师，国小老师，从1年级带我们，他是带我们5、6年级啊。好，但是呢，他这几年都跟我们一起参加同学会。好，那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能爬楼梯。好，所以每次看到老师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好，也看着他，好，这个越来越好，年纪越来越长。好，但是这是我们的人生路。好，今天是教师节。如果在今天12点以前，好，如果你想到你的国小老师、国中老师、高中老师，还有他的 LINE 或是有他的联络方式呢，也跟他好好的为他祷告，好好的谢谢他。好，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老师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能够生长在台湾一个非常祝福的岛屿，一个非常蒙福的国家。感谢你透过这些透过教育，透过学习，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开了眼界，而不是活在狭隘、活在没有盼望的日子当中。而是我们能够放眼世界，我们要为我们人生当中许多的老师们、教师们，为他们献上感谢。不论他们在何处，也愿你与他们同在。圣灵，你是我们的保惠师，你随时的教导我们圣经的话语，教我们明白真理，让我们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要祝圣灵教师节快乐，愿你一辈子成为我们永远的老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什么时候你会不能够祷告？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你生病的时候，好，你没有办法开口，好，或是呢，你很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睡觉可不可以祷告？有没有做祷告的梦过？你有做过在梦中祷告？请举手。有没有？没有。牧师常常做梦，就是梦到我要上台，好，然后上台说哇，讲道篇还没有准备完，投影片还没有做完，好，那个时候梦就会马上就醒过来，好，说赶快去准备讲道篇这样子。但是在梦中，我也曾经在梦中跟上帝祷告，好，而这个祷告好像跟上帝在对话。还有呢，好，不能祷告的时候，好，可能在人生好这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好，在教会从6月到最近一直在为一个老姐妹90岁的老姐妹祷告。这个老姐妹呢，本来身体都很好，而且呢，她很爽朗。她来教会的时候呢，都跟小组大家都很喜欢她，带很多东西来分享。但是因为今年这个5月立法院青鸟东路的这个事情让他一直看新闻，看着这个非常的高血压，结果呢他就脑中风就送到医院去。所以我们6月初去看他，去这个长庚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在急诊室当中，就插着鼻管然后呼吸器然后在加护病房当中。然后很喘，然后眼睛连张开都没有办法张开。好，那我们到他旁边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好，那好像有感觉他有意识，好，但是又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意识，不晓得他有没有在祷告。但是感谢主，好，他在上个月的时候，他出院，从加护病房到普通病房，好，然后转到慈济医院，然后后来出院回家。昨天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小组一起去看他，去看这个老阿嬷。好，虽然他还是坐着轮椅，可是呢，他就能够坐着轮椅出来。好，然后他还可以看到人，好，可以叫出人的名字，好，甚至呢还可以跟我们一起唱诗歌。可是呢，讲一讲他就很累，好，讲一讲就很累。好，所以小学同学会第5件事情，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你们的身体要顾好。好，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50岁的时候身体要顾好。
我参加同学的感觉就是，我们都同年纪的，可是那个有的看起来就是很操劳啊，这个年纪感觉很苍老，而且那个身材都变形，那个男生肚子都大到不行那有的女生呢，国小长得很漂亮的同学，到了50岁之后呢，就没有怎么感觉这个跟国小这个样子都不一样了，所以呢，你要身体要照顾好。而这个老姐妹呢，她呢，居然能够出院，所以我们很开心跟她唱歌。虽然她的体力不是很好，但是呢，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加护病房跟她祷告的时候，她自己也在祷告。人生有很多时候无法祷告嘛，牧师在圣经当中找了3个人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是但以理，他无法祷告。但以理书第6章是但以理他经历第2个帝国，第一个是巴比伦帝国。我们说巴比伦帝国。他服侍了3个王之后呢，他又经历了第2个帝国，叫波斯帝国。大家说一次。这个呢，波斯帝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横跨欧亚的这个帝国。所以他透过但以理在波斯帝国的工作，他呢，上帝与但以理同在。可是呢，但以理他成为这个波斯帝国国王手下重用的大臣，可是他非常被人家排挤。所以其他的同事呢、监督呢、省长呢，拼命的在但以理他处理的国事上面找他的找他的差错，可是呢都找不到。圣经说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但以理他怎么样？诚实可靠，而且呢没有丝毫错误。如果但以理他有国小同学会的话，他可能从国小一路很优秀，然后到他现在呢是第2个帝国，他还继续做国家的大臣，依然很优秀。他们找不到办法，所以这些他想要陷害人，就彼此开会商量说，除非从但以理的宗教信仰，他所相信的上帝来下手，不然我们找不出任何可以指控他的理由。你有没有可能在班上、在同学、在办公室，在你的社区当中，都没有留下任何人可以指责的地方？简单还是不简单？非常的不简单。但是但以理呢，从他年轻，他很年轻的时候就被掳到巴比伦，到他年老，他服侍的5个王、2个帝国。而在这服侍当中呢，他的这个服侍的时间很长，60-70年了。所以从他黑头发祷告到他怎么样白头发，可是呢，他的习惯是怎样？每天3次在窗户的前面祷告，向着哪里祷告呢？向着他的家乡，就是向着他小时候出生的地方耶路撒冷来祷告，因为他相信他的神，上帝的殿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他早晚3次向人祷告。波斯人下了什么禁令呢？除了向王以外，不能够向任何的人下拜，连跪下来都不行。但是这个禁令颁布之后，如果向其他王以外的神或是人下拜，就要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如果有这样的禁令，你要不要继续祷告？要不要继续被抓去喂狮子？但以理呢，对他来讲，他想都不想。圣经说，但以理呢，他呢虽然禁令已经颁布了，可是呢，他仍然回到家，就在他家的楼上，而且还把窗户打开，向着耶路撒冷一样，1天3次，双膝跪着，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最后圣经说，像平常一样，他一点挣扎都没有。他过去怎么样？从小到大，他如今就算他现在已经70-80岁，这么多的年轻人在后面想办法要取代他，要把他干掉，可是呢，他一点挣扎都没有，他依然跟神祷告。结果果然就被人家抓到，就被人家偷拍，就是被人家告状。结果呢，说王就带到王的面前。王说没有办法，王所下的命令，戒指盖下去了，就没有办法更改，所以呢，就把他带到狮子坑里面去，而且还把狮子坑，这个画的是在铁笼里面，但是他是从坑上面丢下去，丢下去之后呢，王还说一句话，说愿你的神，愿你经常侍奉的神，他必拯救你哦。
这个波斯王好对但以理有信心到一个程度，就是他相信但以理这是神的仆人，就算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好，他都为但以理祷告了，他都为这个人来祷告，即便这个王他不相信上帝。结果呢，隔天好，那个王整个晚上没有办法睡觉，天才刚刚要亮，好，王就赶快爬起来。起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吃早餐，起来第一件事情先跑到狮子坑里面去。就这句话说：“愿你所忠心侍奉的上帝搭救你。”这个是王对但以理最后所说的话。然后就把坑盖上，因为王自己不能失信。就隔天呢，好，他就跑到洞口里面打开，好，然后就喊说：“但以理啊，你有在吗？好，你的神有没有救你呢？”结果呢，但以理怎么回答？好，我们一起来读：“陛下万岁！上帝差派天使来封住狮子的口，使他们不能伤害我。上帝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我无辜，我没有做任何冒犯陛下的事。”如果你见到王，第一句话你想要说什么？如果你还活着，活到天亮，你就说啊，王啊，赶快去把这些人抓来。好，可是没有，他为上帝做见证。他说：“我能够在这边过一夜，是上帝派天使把这些狮的嘴巴封住了。他们想要咬但以理，可是嘴巴打不开。好，想要吃他，想要用爪子抓他，可是没有办法。上帝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他很清楚。”因为他知道我是无辜的，我没有做任何冒犯陛下的事情，或是没有做过任何亏损上帝的事情。所以这个王呢非常高兴。好，来不及发第二道的命令，就说：“来人啊，把这些陷害但以理的人通通抓起来，丢进去狮子坑里面去。”结果那些人一丢进去，好，还没有着陆，就被狮子抓下去，而且就吞吃，就咬死了。好，表示这些狮子根本就没有肚子饿，不是吃太饱。好，而且呢，天使也没有封住这些狮子的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祷告，或是你没有信仰的自由。好像我小时候，好，都是在我们这些同学当中，他们都是拜拜的。好，到现在今天我听他们分享，好，他们还说他们在吃素，然后初一怎么样，15怎么样，好，他们都还是很虔诚的，好，在信他们所相信的神。可是呢，好，但是我在小时候虽然好。你很孤单，班上没有任何的基督徒，好，但是好，你就是从小到大，他们都知道从小到大好都在教会，好，也知道后来我去当了牧师，所以呢，我也是用我的人生的路，好，跟他们一起成长，好，来见证上帝怎么样与我同在。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分享，好，上帝会救你脱离狮子的口。上帝会救你脱离狮子的口。好，然后对他说：“好，我们要1天3次跟神感谢。我们要1天3次跟神感谢。”这是但以理他从黑头发祷告到白头发，而他的秘诀，好，就是他只要在上帝面前忠心做每一件事情，上帝就救他。第二个，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耶利米。他也有人生当中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很多的地方，特别今天我们刚才读到第7章第16节，我们再读一次，请。上主说：“耶利米啊，不要替这些人祷告，也不要为他们哀求，你不要向我祈求，因为我不听。”上帝怎么会出一道命令？我们不是基督徒，应该去为人祷告吗？不是应该要彼此守望吗？为什么上帝叫耶利米不要去叫他们祷告？好，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并不是这样，而是耶利米不断在为他们祷告，但是他们再怎么样祷告都不听劝，因为他们被各种的偶像所迷住。这些偶像呢，是来自于迦南各地，甚至于来自腓尼基，来自于海边，来自于海上。这些神像、这些神明，不管是埃及的、是腓尼基的、是巴勒的、是阿拉伯的、是巴利亚色拉，他们希望透过跟这些神明祈祷，然后呢，能够祈祷风调雨顺。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呢，透过跟这些神明膜拜，他们所养的牛呢，就能够一次就生个7、8胎，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小牛。
他们种的这些水果呢，就能够大丰收。他们希望呢，他们就能够风调雨顺，好，就能够收入很多。其实换成今天，他们就想要在这世界上能够发大财，能够赚大钱。有任何的管道、任何的机会能够让他发财赚钱，他都想要去。在最近，牧师听到一个弟兄分享，他呢可能是不晓得什么缘故，因为他想要去找一个对象，所以呢可能听了牧师的信息或是怎么样，他就很想要找个对象，所以不断的祷告，结果呢他就去使用了交友软体，在交友软体上面呢，他就去看到找了很多的对象，这些对象当中呢，他觉得这个很适合，他后来也把照片给我看，我一看根本就觉得不适合，因为那照片看起来太漂亮了，根本是假的，但是呢，他就一直跟他就联系，说他是基督徒，然后他在教会，然后他很爱神，很爱主。然后呢，而且他们都有共同的兴趣嗜好，就是会投资，会买比特币，还会买泰达币，哇，他们就很多的聊天投资理财。结果呢，聊一聊之后呢，这个对方就一直邀他怎么样投资，然后还教他怎样借钱去投资，跟同事借。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他是公务人员的准公务人员的身份，借钱去投资，结果呢借了一大笔钱，结果呢后来发现怎么样，他被骗了，所以他甚至他很着急啊，很担心。就是他，因为他跟我说，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说，他大概要做到50岁才能够把借的钱还完，他都已经算好了。但是呢，还是牧师尽量帮他找，可有任何认识的警察啦，管道啊，或是在网络上面啊，能够去让他想办法，能够把钱追回来最要紧。很多时候我们人生想要去得到更多，追求世上你觉得很棒，甚至他也跟我这个弟兄跟我分享一句话，他本来想法是说，当他赚了这么多钱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奉献给教会了。当他赚这么多钱的时候呢，他就可以捐更多给教会了。其实回过来想一想，上帝真的会喜欢我们用这样子的走捷径的方式来奉献给他吗？上帝真的会喜悦我们，就是这样子，哇，很轻松的赚钱，然后一下就发大财，然后就可以捐更多，去买乐透，去赌博，甚至去作奸犯科，然后捐给教会。你觉得上帝会喜欢吗？我不是上帝，我不能够替上帝回答喜欢或不喜欢。但是，当我们跟上帝中间有一个偶像，当我们跟上帝中间有其中的一尊的这些神明的时候呢，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有危险。这些偶像呢，就是1、2、3、4、5、6、7、8、9、10啊。我们从1来念到10，来，一口无言，2眼无光，3餐不食，4肢无力，5官不正，6亲不认，7窍不通，8面威风，9坐不动，10足无用。偶像呢，其实呢，他只有没有办法说话，他都是人去营造出来的。这位弟兄，他可能被这个照片上的女孩子的这个美貌吸引住了，结果让他魂不守舍，他就没有注意去判断，哎呀，自己怎么一步一步陷入到这个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呢？所以，当你在为人生寻找的时候，不要急躁。不要想要一步登天，不要想要走捷径，而是要耐心等候。好，跟你旁边人说，我们要耐心等候，要耐心等候。所以不要错把偶像当作神像，好，当作神来敬拜、来服侍。耶利米那个时代，他们呢，只要拜那个眼睛看得到的。但是那个眼睛看不到，即便有上帝的圣殿，所罗门的圣殿还盖在那个地方，可是他们都觉得上帝好像不在了，他们都随便应付，他们要去拜那个眼睛看得到的比较实在。但上帝透过耶利米，不准为他们祷告，上帝准备要出手，上帝要管教。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但有的时候上帝也会禁止我们跟人来传福音。因为上帝可能会让这个人，或是让这一群人，让这些人
他们必须要受到管教，必须要像以色列或是南国犹大，他们遭遇国破家亡、被掳之后，他们才会想起来，上帝真的是上帝。所以上帝对耶利米说：“耶利米啊，如果有一天这个事情发生了，他们问起为什么我这样待他们，让外国人来攻打他们，你要告诉他们，因为他们离弃了我，在自己的国土上面服侍别国外国的神明，所以他们要流亡异乡，要服侍外国人。”谁是台湾的神？谁是我们国家的神明呢？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认识这位神，却到处东拜，把泰国的、把菲律宾的、把印度的、把世界各国的神通通拿来这里拜，但是却没有认识创造台湾、创造世界、创造这个土地的神，就会像耶利米一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个国家没有继续有人敬拜神，这个国家没有继续有人行神的道路的话，上帝可能要管教这个国家。你希望上帝祝福这个国家，还是上帝管教这个国家？希望上帝祝福我们国家的，请举手。好，感谢主。你希望上帝管教我们这个国家，请举手。也有人举手，好，很勇敢。但是如果上帝管教我们这个国家呢，你就不能够为这个国家人，不见得上帝会让我们为他们祷告。上帝可能真的会用很严重，就是用那种很危急的时候。当我在美国服侍的时候，有一次让我印象很深。美国人号称都是基督徒，70%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大家都很少上教会。可是有一次呢，哇，那个教会爆满，什么事情呢？第一次是那个2001年的那个什么纽约双子星大楼，那个恐攻事件。哇，那时候呢，全美国很多人都上教堂，可是几个月之后呢，大家又忘记了。但是我在拉斯维加斯有一次，就是拉斯维加斯发生全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枪击事件案了。那时候我们那个晚上就住在拉斯维加斯，死了59个人。那几天呢，那几个礼拜呢，哇，就是那个礼拜，就大家都到路上，都在教堂，都在停车场，就在那边祷告。那是我第一次经历，大家平常都不去教堂，但是那天跟几个美国的牧师一起，我们去祷告的时候，哇，大家都来，就在停车场，就在医院的门口外面，就为在医院里面受伤的这些人，为他们祷告。那是很强烈的感觉。上帝有时候用不同的事件管教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激励、被警醒。还有我们看到这一些，当巴比伦来攻打他们，他们号称他们是盖在山上的城墙，别人打不进来。的确，前面的好几个国家想要来打不进来，可是巴比伦有办法打进来，而且总共打了3次。他们一次比一次更厉害，一次比一次更快。所以巴比伦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打坏了3次，然后把他们所有的值钱都夺走了，甚至把他们的国王都带走。最惨的就是最后一个国王，他呢是被巴比伦王用那个钩子勾着他的嘴巴，像鱼。有没有钓过鱼？鱼就是用鱼钩，那个鱼钩很刺，那就用个饵在上面勾着，然后放在水里面，那个鱼就是吃那个饵，然后吃到饵之后呢，它的这个鱼下巴从里面再勾出来，就把鱼这样就钓上来。那个巴比伦王就是这样被钩子勾着，然后用铜链链着，一路拖到外国去。最后在外国去的时候呢，在西底家，在他的王的面前，他的儿子通通被带到那边去，王就在那边等他来的时候呢，就审判他。审判他之后呢，这是圣经写的。当场呢，就在王的面前，还在眼睛看得到的时候，把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一个是杀死。杀死之后呢，再把这个王的眼睛挖出来，然后再把他掳回去到巴比伦。上帝的管教彻底到一个程度，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但是如果我们读完耶利米，你就会看到，上帝不是没有给他机会，上帝不是不对他说话，可是上帝给他1次、2次、3次。但是他都听不进去，上帝就这样说了：这些王、这些长官、这些连祭司、先知，我们一起来读：他们的家堆满了赃物，好像猎人的笼子装满了猎物。
所以他们有钱有势，肥胖红润，他们穷凶恶，不替无依的孤儿伸冤，不替无助的穷人主持公道。这个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现代还真的是很贴切。你觉得我们的政府官员，或是我们的县市首长，家里面有没有堆满赃物？不晓得，不晓得。但是呢，有一次这个403地震的时候呢，这个号称花莲王的这个，他把他家的照片 po 出来，家里面满地都是什么？都是高级礼盒，还有这个酒啊，都是人家送的，那怎么来的不晓得，但是后来他又把这个照片删了，可是来不及，都已经传到全世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台北市的市长，他在还下任没有多久，才几个月，就发生很多的弊案，一件一件被人家抽丝剥茧。可能当初大家没有啊，他很好啊，他很棒啊，他都很公正啊，而且很清廉啊，都骑脚踏车、坐公车上班啊，然后都穿高腰裤啊，然后这个头发永远都发型都一样啊。为什么？怎么会有办法一次用现金买豪宅？买了豪宅还要再去看1点多亿、2亿多的豪宅，然后甚至还有这个可能有这个什么电子货币，这么多的。一个一个的正在接受检视当中。这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重要，但是对上帝来讲重不重要？对上帝来讲很重要。这些事情，我们读其他的先知书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说，可是呢，在上帝这里，上帝看到这些人的家里面到底怎么样的生活，而且上帝把它揭露出来。所以上帝要耶利米不要为他们来祷告。不要再为他们祷告，因为上帝准备要出手了。不要再跟他们传福音了，现在已经传N次了。所以有一些人，你跟他传福音，不如让上帝跟他管教一次更快。真的，上帝跟他管教一次更快。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刚才我们看到的1、2、3、4、5、6、7、8、9、10的偶像，今天以色列人还没有拜那些偶像，没有。你今天去以色列，你今天认识任何一个犹太人，没有一个人犹太人拜偶像，所以上帝的管教反而比我们传福音更有效。阿们。但是那个是非常大的一个管教。最后我们来看，还有一个圣经人物亚伯拉罕，他也没有办法祷告。亚伯拉罕为什么没有办法祷告呢？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上帝派了3个使者来到他住的这个帐篷下。然后就跟他的太太预言说，他的太太明年这个时候就要生儿子。然后呢，他太太听了之后就偷笑。那3个使者在前面说，你的太太在后面偷笑。他说他还没有笑。然后他说你确实有笑，但是上帝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儿子，而且你的儿子名字就叫做笑。所以那一天那个儿子叫做以撒。1年前名字都取好，但是这个事件并不是全部。这3个使者要离开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他就说话了。他说什么呢？这个第一人称说是耶和华，所以那3个使者当中有一个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要拣选他，我要命令他的子孙后代家属遵行耶和华的道，秉公行义。”所以上帝拣选他的目的，就是要他们行公义，不能贿赂，不能够像耶利米那个时代的国王这样子的糟糕，堆满一堆的赃物。但是呢，上帝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对亚伯拉罕说，他要来毁灭那个时候最凶恶的2个城，一个是索多玛，一个是俄摩拉。所以要离开的时候呢，在这些人离开的时候，到一个可以看到索多玛的地方，亚伯拉罕送客一路送到那个山上去。结果上主心里想说，我不能够像亚伯拉罕瞒我心里面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呢，亚伯拉罕知道上帝的计划，他准备要出手毁灭这个地方。如果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做呢？亚伯拉罕他要为这个城里面人祷告，
为什么为那个城里面祷告呢？因为他的侄子，就是他哥哥的儿子罗德，就搬到那个地方去，所以他就跟上帝开始一连串的祷告。好，这个是在他家的帐篷的时候，他一看到上帝的使者来，他就伏在他家的门口，好，脸伏于地，好，然后赶快去为他们准备东西哦。可是他跟上帝在祷告的时候呢，他知道上帝要毁灭。可是亚伯拉罕他是用跟上帝是接待上帝朋友的身份，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真的不会把……好，我们一起来把亚伯拉罕他说的一起来读。你一定不会把无辜者跟有罪的人一起杀掉，一定不会。你那样做，无辜者就跟有罪的人一起受罚了，一定不会。世界的审判者一定是公正的。”亚伯拉罕他不能够祷告，他知道上帝要毁灭，而且他在上帝面前他是恭恭敬敬。虽然他已经99岁了，可是呢，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神啊，上帝啊，你是公正的。那个地方有无辜的人啊，你不能够去杀他，就像但以理掉到狮子坑里面去了，你不能够让狮子咬他。其实他要讲的就是他哥哥的儿子罗德在那个地方，上帝你要救他。所以他就跟上帝说：“如果那个地方有50个人，义人无辜的人，你会毁灭这个城吗？”上帝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无辜的人，我就不会毁灭这个城。”然后他又继续走。亚伯拉罕又说：“上帝啊，不要生气，我再问你，如果这个城里面有45个的人，你会不会毁灭？”上帝说：“为了这45个，我也不会。”然后接下来就40个、30个。20个，最后亚伯拉罕第6次的时候，好，他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你不要生气，我再说一次，如果在那里面找到10个无辜的人，你会不会毁灭那城呢？”上帝说：“就为了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然后上帝就走了。好，亚伯拉罕他的跟上帝的对话就到这边，总共6次。其实这6次里面呢，好，并不是在对话而已，是亚伯拉罕的祷告。可是亚伯拉罕很有智慧，为那城里面的人祷告。可是你这个城后来有没有毁灭呢？好，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的19章，好，就知道这个城上帝还是要来毁灭，表示这个城有没有超过10个义人？没有。可是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里面有6个人本来是可以得救的。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这个就是罗德的太太，好，妻子2个，还有罗德有2个女儿，4个人，还有他2个女儿都有未婚夫人，6个人。这城里面呢，只有这6个人，天使2个天使要来救这6个人，不到10个，还差4个。可是这6个人里面呢，有2个就是他的准女婿，听到罗德的天使说要救他们，上帝要毁灭这城。这2个女婿是当地人，说不要说傻话，我们在这边住了几千年的，没代志，他不去，所以6个就剩下4个。这天使还是强把他们拉出来，好，拉出来之后呢，在路上叫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往那个山上去，千万不要回头啊！”结果呢，去的路上谁回头？罗德的太太回头，回头那1秒钟变成怎样？变成一根岩柱啊，变成岩柱。好，但是他的先生好罗德2个女儿都不知道他的太太留在后面，好，就往山上去。所以那一天呢，好，上主跟亚伯拉罕说完话回去了，而那一天天使只有救出3个人，10个人这个城可以得救，10个都不到，有6个里面有2个不愿意走，还有1个回头，剩下3个。好，这3个呢，去到山上之后，好，就是剩下这3个人。所以上帝毁灭了所多玛、俄摩拉，可是上帝他还是借着谁呢？亚伯拉罕他的祷告。即便上帝说不能祷告，可是呢，祷告有没有用？有用。今天牧师要分享的，好，是接续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好，就是不能够悔改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悔改，可是上帝居然还是让我们悔改。所以悔改的第一步，好，就是醒悟。好，那个小儿子他什么时候醒悟过来呢 ？Awake， 他什么时候警醒过来呢？就是他沦落到跟猪睡在一起，
吃在一起、混在一起的时候呢，他终于想通了。我其实可以回去找我的爸爸，我爸爸在家里面吃的都比我在这边吃的还好，那就是悔改的第一步。而今天牧师要分享悔改的第二步是什么呢？下决心。好，请大家说一次：下决心。等我们要悔改，就是不再回去，不再回头。罗德的妻子，她醒悟，好，在半夜睡觉被叫起来，赶快离开，赶快离开，毁灭要来了。好，走。可是呢，他没有下决心。天使说：“你只要往那里去，绝对不能回头。”可是呢，他犹疑不决，所以他回头，就呢，让他没有办法走到第三步去啊。我们今天看到3个人不能祷告，虽然不能祷告，但是他们都继续祷告。但以理继续祷告，好，掉到狮子坑里面去。可是他的祷告是平常心，不管可以祷告，不能祷告，他继续祷告，不当一回事。他的祷告比任何的事情都还重要。好，他活着就是要1天3次跟神感谢，把结果交给神。而耶利米，上帝说：“你不要为他们祷告，好，你不要再为他们说我要毁灭。”但是你继续读下去，好，耶利米还在劝他们，还在为他们祷告。耶利米是同理心，他要把上帝最坏的结果告诉他们。好，今天牧师去参加同学会，好，如果这个对我的同学说：“哦，你们好，赶快悔改信耶稣，好，上帝要来毁灭台湾。”好，你觉得我同学会怎么样？好，说你当牧师好，当疯了。好，但是呢，我很期待。好，说我有跟我同学分享，下次如果我来办同学会，因为我们是少伦的，好，下次我办同学会，我带你们去。好，带你们去哪里呢？好，带你们去参观迦南教会这样子。好，带他们来看。好，在这个桃园的教会。好，同理心把结果告诉他们，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耶稣，人生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里面去。亚伯拉罕他根本不敢跟神祷告，他只能够趴在上帝的面前啊。他每开口说一句话，他都知道他可能就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都说：“求主不要生气，上帝求你不要发怒，容我再说一次。”他是这样子卖命，在为着他的侄子，为他的家人亲人在祷告。亚伯拉罕祷告6次，他不灰心，就算第6次祷告完没有得到结果。但是他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啊，所以在所多玛、俄摩拉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其实亚伯拉罕他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他看到在这南部的地方那边有烟，就是被烧过的烟上来，他就知道糟糕了，那个城里面连10个人都没有，所以亚伯拉罕呢，只能够很痛苦的说：“哎呀，我的侄子啊，你多生几个就好了。好，你只要再多生几个，就凑到10个了。”所以后来犹太人他们的会堂就是10个人，每10个人就是可以成为一个会堂，就是从亚伯拉罕的祷告来的。这3个人虽然在不能祷告的时候，还是继续的祷告，而上帝与他们同在。下个礼拜是我们要选举。在下个礼拜呢，我们要去真理大学，要庆祝迦南教会59周年，我们一个户外礼拜。但是呢，在这个户外礼拜当中，有一个很期待的地方，就是我们礼拜完之后有1个小时的时间。那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要去的是马街的故居哦，就是照片右边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是西班牙式的房子，只有在安平古堡可以看得到。但是呢，那是马街的故居哦，他后来有机会可以住进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真的是马街就站在最右边的地方，所以我们已经有跟学校借，现在是不开放，就算你现在要拿100块、500块、1000块，你要买门票，也抱歉没有办法进去。但是我们那天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进去这里面参观拍照。那个地方呢，是马街在那边昼夜祷告的地方，那是他睡觉的地方。他睡前祷告，起床祷告，所以好像但以理的家，他怎么样1天3次跟神来感谢的地方。但是呢，还有一个地方，如果你去的时候，牧师在这边也告诉大家，你进去之后，不要只有看外面，只有拍前面，那个院子真的超漂亮、超大，而且草皮都整理过很干净。你要去后面。
在他的家的后门出去呢，还有一个中国式的台湾式的建筑，在后面。这后面还有那个时候台湾的地砖，都还留到现在。进去到后面呢，有一个马街的书房，那我就不放照片，那一天你再自己去找。那是一个非常可爱，在2楼的书房，那是马街在那边读圣经，还有马街在那边他带他的历史书、地理书、地球科学的书，他在那边研究，他都会请他的朋友从国外送书，或是托人带书来到这边，给他。所以他在那边读很多的书，然后吸收完之后，他会在那边教呢。他会在他后来办的学校牛津学堂这个是1881还1882的时候盖起来的。这是北台湾第一个西式的学校，有去过的请举手。牛津学堂，你们都没有去过，好，请放下。这里面呢，上面有一张照片，那就是唯一一张里面的教室。现在可以看到马街就在最前面，旁边就是他的第一代的学生，后面就是那时候的台湾人。你看那时候台湾人是发型是这样子，那时候台湾人每个都是头发都要绑辫子，都跟中国清朝一样，大家都穿清朝的衣服可是他们在那边不是学毛笔，不是学四书五经，他们在那边学圣经，他们在那边是学天文地理。在这个教室盖起来之前呢，其实他们的教室是什么？是在树底下，是在树下上课。所以马街常常带他们到各个地方，到外面，然后这是什么树？然后他就把他知道，就教他们。这个天上太阳为什么这边出来，那边下去？太阳是上帝怎么创造出来的？月亮为什么会有春夏秋冬？那时候在台湾都没有人有机会学到这个。那时候中国读书人没有人在学这个东西的，大家都在学四书啊、论语啊、孟子啊、孔子啊，然后学宋词啊、唐诗啊这些的。没有人在学这些，可是马街在那边开始教他们。耶利米的时代，他在那边圣殿里面，在广场里面，告诉人：你们要听神的话，上帝要毁灭。可是呢，没有人听他。马街在那个时候传福音，他从淡水坐船到五股，到艋舺，到三峡，到桃园，到南崁，到中坜，到新竹，到台中，到苗栗，到很多的地方去。不是每一个到的地方，大家都欢迎他。大家很多都唾弃他，还嘲笑他，说他是那个barbarian，就是那个野蛮人，是那个未开化的人，就是说讲话就是叭叭叭叭这种，是这种野蛮人啊，笑他是好秋欢呐，欢，有没有听过这个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说原住民，就是平地人，说如果原住民他住在山上，那以前的原住民学校还没有到山上去的时候，未开化的时候，笑他们是番。可是呢，他却说马街是后秋欢，外国来的还呐，没有读过书，没有读过孔子，没有读过论语，说是不是读书人，在嘲笑他。结果呢，没有想到最后呢，反而真正影响的他们的是马街亚伯拉罕他也曾经不能够祷告，他看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毁灭。他的毁灭呢，是在一瞬之间。但是就算上帝要毁灭，亚伯拉罕已经祷告6次了，可是还有第7次，就是上帝派2个天使来救那城里面的义人。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你身边都没有基督徒，可是你不用担心害怕，上帝还是会派天使来搭救你。阿们。有一天可能你看的不是这个青岛东路的青鸟行动，有一天某某某可能住院，可能有一天可能发生什么意外，可能你没有办法自己祷告了，眼睛没有办法打开了，可能你连开口说话，连思想，或是有一天你老了，活到95岁，失智了，退化了，连自己的名字都讲不出来。我来问你，失智的人可不可以祷告？失智的人他自己都不记得他是谁，他怎么跟神祷告？可是上帝仍然记得他，上帝仍然会搭救他。所以我们在10月13号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要去看马街的墓园马街没有埋在加拿大，他就埋在淡水。所以我们在1个小时当中，就是去这3个地方，去马街的故居，然后呢可以看马街的书楼，然后去马街的学堂，他办的第一个学校的里面。你可以看那时候上课的教室，
还有呢，可以看到马街他的骨头，好看不到，好他的骨头埋在下面。马街他的坟墓，希伯来书11章第4节，好，这些信心的人虽然死了，却仍旧说话。马街虽然死了好100多年，可是今天我们看到马街的一举一动，好仍然在说话。好，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耶利米早就死了，可是今天耶利米还在对我们说话，他还在呼吁这个世代人要悔改，要知道上帝的审判要到了，要悔改信耶稣。我们总共有52天，好，从上个礼拜天，好，所以到今天是第7天，明天是第8天。这52天读耶利米书呢，好，让我联想到好像尼希米他在盖耶路撒冷的城墙，总共花了几天？也是52天。52天就把一大片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通通盖起来，好，那是要分工，很不容易。但是城墙盖起来之后，好，这个耶路撒冷它就得到了屏障。我们读了耶利米，我们知道如何悔改。读完之后，我们知道如何建起我们属灵的城墙，不会让外面的偶像，让外面的诈骗集团，让外面这些的攻击搅扰，好来侵犯我们的生命，而是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好，可以得到上帝的救赎。好，这是我们可以透过这52天的操练，好，每天早上6点半，好，虽然是台语的，好，但是你可以学习台语。每天早上6点半，好，你要怎么样起床？好，牧师的方法就是11点躺平，每天11点，好，就是躺平。好，请敬拜团来台上，好，11点躺平，好，但是呢，好，12点前要睡着，好，那就是你就可以在早上，好，至少就睡6个小时，好，就可以起床。而不管你有没有参加，好，但是我都希望你的人生当中，好好的读耶利米书，你的人生当中，好好听一听先知耶利米对这个世代的人所发出的呼吁：悔改吧，悔改吧，回转吧，回转吧。上帝他是公义的神，上帝是审判的主。不要想说一点点的小恶，上帝都不会去计较。勿以恶小而去为，勿以善小而不为之。不要因为这个是小事情，但是就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疏远。一点点的罪恶，最后会不断的扩大、扩大、扩大，变成难以挽回、悲惨的结果。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跟神祷告。今天是我们可以祷告的日子，今天不是上帝要毁灭所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今天不是上帝要把你丢到狮子坑里面不能祷告的日子。你的人生可以祷告的日子，其实用手指头算都算得出来。让我们把握每次跟神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每一天有3次可以跟神感谢的时刻，让我们每一天每一刻借着祷告跟神的关系能够更加亲近，让上帝跟我们之间的连线是畅通的，是随时随地的畅通，随时可以听见神的话，神可以随时听见我们祷告。人说什么，你经不念旁；世人传什么，你竟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为主生以前，你先爱我，为了我打造专属的人生路。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深知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苦
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今天牧师在7楼，看到我们小组在聚会的时候，看到小组结束的时候，大家坐在地上，然后呢2个、3个，大家在那边手牵手祷告，非常专心的祷告，然后彼此的代祷，彼此的守望。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我觉得在上帝的心中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够和你旁边人能够一起祷告，能够真的谦卑下来，静下心来，在神的面前为对方、为彼此好好的祷告，这是一个礼物，这是一个祝福。我邀请大家利用今天这个时刻，你也跟你身边的人，跟他牵起他的手，一起跟他来祷告，让你的祷告是可以到上帝的面前。今天不是不能祷告的时刻，今天不是不能悔改的时刻，今天是可以悔改的时刻，又可以祷告的时刻。让你今天哪怕是10秒钟的祷告，30秒钟的祷告，在上帝面前都要成一个美好祝福，好不好？我们现在跟你旁边人，这边，好，你就跟你身边人2个、3个或是4个人，好，我们就是手牵着手，好，可以围一圈，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上帝，我要为陈汉来祷告，主啊，求你带领陈汉，主啊，让陈汉能够被圣灵的灵所浇灌，主啊，祝福他，使用他，让他能够成为他家人的祝福，成为同事的祝福，能够成为身边人的祝福。主啊，我们要为新宇来祷告，求你来带领新宇，主啊，让他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祝福满满在他的身上，主啊，将你的圣灵浇灌，主啊，让他能够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女儿，主啊，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活出美好，活出上帝的荣耀，活出上帝的见证和信实。所以，你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当我抬头仰望你所造的天，只是你多么爱我，远超过一切患难困苦，死因有苦，也无法将我与你的爱隔绝。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喜，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耶稣。今天、明天、后天，或许到明年、后年都可以祷告，但是要知道，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就不能再祷告。有一天是不能够祷告的时刻，不知道是你躺在坟墓的那一天先到，还是耶稣先到的那一天先到。但是只要我们活着一天，我们就要祷告；活着了一天，我们就要跟神来感谢。每一天眼睛张开的时候，就要对神来说话，让我们的祷告是没有拦阻，让我们祷告是能够畅通，让我们祷告是能够活出上帝的美好与信实。亲爱的孩子，不要忘记祷告的力量，不要小看你一点点的祷告，哪怕是你一句话的祷告，都能够改变你身边的人；哪怕是你1句、2句、3次、5次为你同学的祷告，都能够改变你同学的一生，让你同学一辈子都感谢你带他来认识耶稣基督，让你同学一辈子都感谢你带他来到迦南教会，让你的同事，让你身边的亲人朋友，或是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感谢你，因为你带他认识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现在是我们祷告的时刻，我们只要奉耶稣的名，我们都能够祷告。
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并不是永永远远都能够这样祷告，因为有一天，当神你的时间到了，日子满的时候，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祷告；或是有一天，当你把我们接去天上，当我们在坟墓里面躺着睡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再祷告，而我们活着的时候就要来祷告你，就要来亲近你，就要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好好来认识耶利米书，看听神你在耶利米书当中对众人对世人所要说的话，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记在心中，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道路来，让我们的今生能够活出美好。让我们现在是学生的时候，就好好的学习，在课业上来荣耀你；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在职场上来荣耀你；让我们在应该结婚成家立业的时候，能够建立神所喜悦的家庭，在家庭当中来荣耀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教会服侍，带领人来教会的时候，能够在教会当中来荣耀你；也让我们在我们的身体、生命各方面都来荣耀你。愿上帝你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的一生都要来荣耀神，我们的一生都要来荣耀神。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行动，回应神的恩典，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那我们这时候来预备我们的奉献。我在这，是因你恩典；我在这，是因你慈爱。主耶稣，我如此感恩，都因你丰盛恩典。感谢耶稣。也为别人祷告，来顾念别人的需要。主要也求上帝你使用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成为祝福人的管道。愿我们能够一生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意象。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一起来拍手，我们要持续，要喜乐，要开心，来敬拜我们的神。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了一时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抽唱的羊，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了一时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是他抽唱的羊，当晨曦进入他的门。当感谢他，称颂他的
高本为山，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哈利路亚！我们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在这个9月的最后一个礼拜6，好，也是这个主日，好，让我们为这个月献上感恩，也为接下来10、11、12，2024年的最后3个月来祈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在2024年准备要进入2025年当中，能够看见上帝与我们同在，并且能够在这3个月当中，我们能够带领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带领他来为他祷告，带领他来认识耶稣，甚至更能够有机会把他带到教会，或是把他带到真理大学，带到马街的牧园来认识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为今天的聚集献上感谢。虽然今天来到教会的时间很长，或是今天一整天的忙碌聚会和服事，但是上帝，你的话仍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藏在心中，也让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不管你在但以理的身上，在耶利米的身上，或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他们所做的，他们所祷告的，今天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继续的祷告，为我们家人，为我们的身边的人，为我们周遭的人，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都能够经历上帝你的恩典和上帝你的丰盛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天起，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好，那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那首先，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对不对？是石永恩，在我们拍手欢迎他。好，进到报告的部分。那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初信造就的课程，那会在。没有切过来吗？好 ，OK， 我按嘛哦 ，OK， 好，初信造就的课程，那日期呢会在10月12号、19号跟11月9号跟23号，那都是周六的时间啊，在周六下午2点半到下午4点半，那请已报名的预备心参加啊，教室会在401教室。好，那接着呢是我们圣经共读的台语场，那主要是耶利米书，从9月22号就已经开始喽，那会到11月12号，共计25天，52天，那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6点半在线上举行，那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好。那接下来是临时会员合会跟长老执事的选举，那会在下周日的9点于新堂召开。那请注意，其实当周只会有这一场礼拜。那请会员一会籍小组呢，小组别入座参加礼拜，然后长老执事候选人名单可以参与，可以参考我们的会员名册。会在公布栏，然后当天无法出席的呢，请在10月5号之前以书面向小组长或小会书记提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教会要合会选举啊，好，所以我们只有1场礼拜，所以下个礼拜6呢，我们这边是没有聚会，好啊，小组有没有？下礼拜6，下礼拜小组也就自由，好，放牛吃汉堡这样子啊，不要吃草，吃好一点，好，但是呢，牧师要再次来介绍，我们在教会有提名的这些长职的名单呢。好，那这是我们的长老候选资格名单，好，有庐山、翠林，
还有才知、敏和、嘉硕、义军，好，总共有6位长老，我们要选出4位。好，那我们的小会执事呢？好，上次有介绍了12位，好，这样最后的6位，好，就是丽英，好，他曾经是我们的关怀据点的讲师、小组长，还有廷瑞，好，刚才站在这里报告，这是廷瑞吗？好，你的胡子不见，胡子去哪里了？好，这个是现在在我们这边报告的廷瑞，好，是我们青年牧区的同工，好，然后还有陈汉，好，也是我们的青年牧区的同工，好，小组长。好，以及恩琪，好，也是过去我们青年牧区的前小组长，好，还有我们的执事陈模，好，是这个易飞的易怀的爸爸，还有郑峰，好，是我们这个敏华老师的老公，好，那他也被推荐执事，好，是这个雨欣的爸爸，好，所以我们可以为这几位，好，再让我要回去，好，再倒带一下。好，所以再介绍这6位啊，好，丽英、廷瑞、陈汉、恩琪、陈模、郑峰，那我们总共是有18位，好，那18位当中呢，好，我们要选出10位哦，好，所以如果你有投票资格的，好，请你要记得好来配合，好，那我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这个孔刘，那我要啊，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10月13号，大家知道有什么活动吗？户外礼拜应该教会都有很常在宣传，对，就是我们10月13号要去真理大学，然后户外礼拜。那我们跟大家提前预告，就是我们有精心设计了主日礼拜之后有2个活动。那我们预计在11点前会完成主日礼拜跟大合照。那11点到12点呢，就是刚才在牧师在讲道当中有介绍了3个景点。好，对，那当天那个11点到12点大家是自由参观的，然后而且是机会难得哦，就是如果你是一般的游客，你是不会进去的，我们是要提前申请，或是比如说教会或是牧师有去，比如说去分享或者去介绍才可以进去的，所以真可以把握这3个这个机会这个时间，能够去这3个景点参观。下一页有吗？好，那。左上角就是那个理学堂大书院，那这个其实非常近，我们本身就要去真理大学嘛。那这个理学堂，这个牛津学堂呢，就在真理大学的我们那个主日礼拜堂的对面，然后我们可以进到当中，然后去参观，不论是马街的一些介绍或是文物。好，那介绍的另外一个就是马街的古厝，刚才牧师有提到的，然后另外一个在淡江高中里面的马街墓园，然后这3个景点只差8分钟，所以走路就可以到，然后非常的近。好，然后我们有拍一些照片，然后大家可以先批判一下，然后到时候真的可以进去看，或者进去比如说了解那些文物或是马街的故事或历史。所以像左边这个就是那时候马街他有带一些不论是农物来台湾，所以就是他引进这些东西，农作物，对。好，对，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那个马街那时候有帮那个台湾人翻译主导文，对，这是一些很特别，我们一般看不到的文物或是一些物品。那第2个就是马街古厝，刚才有介绍，然后这边是一些不同的照片，对，然后一些历史啊，一些历史的照片。然后第3个就是马街墓园，对，然后中间这个比较高的就是马街的葬的地方，然后旁边是他的儿子或是他的老婆、妻子。对，然后还有张对，然後刚才那时候去场看的童工木轩，这也是他儿子啊。那个信仰前辈的儿子。好，那12点之后呢，就是也有一个轻松的小活动，然后时间是2点40，12点到2点40这个时间。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安排真理大学，然后我们当天会午餐自理嘛，然后你会经过淡水老街去享用，会去吃午餐，然后我们就有设计了6个景点。就是真理大学那边有理学堂，然后真理大学里面跟那个前清英国领事馆，它都在真理大学附近。那淡水老街旁边呢有淡水长老教会，然后护尾街医馆跟马街的圣安处，欢迎大家去这6个景点去走走。那这个走走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是，我们刚才那6个景点，然后你只要找到这6个景点，然后去扫一个 QR code 码，然后就可以去打卡。那打卡超过4个景点以上呢，就有机会获得，就是明年是教会社交60周年的文创纪念品。我们有麻布袋，然后这是正版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杯垫，
对，就是有机会当天我们在老船长餐厅的时候，会看大家有完成4个景点以上的，我们就会来抽奖，会来评估说你有这个抽奖资格，然后我们就有可以玩这个，就可以抽这个活动，啊抽这个文创品。对，所以记得大家我们在那个那个户外礼拜的下午，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好，那最后呢，就是要去小组了。那今天那个嘉欣在舞台的左边集合，然后社青在新塘吧台这边。好，那我们礼拜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